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0公司台起大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626个本土病例，佫创下新高。新北市上济有583例，另外嘛有2个当前死亡的个案，一个是新北市2岁囡仔，另外一个是一个90多岁阿公。因为即阵咱国内疫情愈来愈严重，指挥官陈时中嘛宣布，一礼拜内全台湾各县市拢要启动点出来照护的措施。新冠本土疫情出现警讯，病院也陆续传出医护人员确诊。除了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5个麻醉科加开刀房的人员 PCR 阳性，台大病院也传出4个医护人员感染。国内确诊人数持续增加，19个新增加1626例本土病例，这也创下历史新高。而且21县市拢有，其中4县市拢100外例。以新北市新增加583例上济，台北市287例，桃园市197例，基隆市148例。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全国要在1礼拜内启动确诊个案居家照护措施。要求在还没有启动的在1周里面要来启动，在各县市都要启动。COVID-19 确诊个案居家照护的管理。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增加2例当前死亡个案，其中一个是95岁男性，本身有癌症甲慢性病史，做过3剂疫苗；另外一个是新北2岁查甫囡仔，因为新冠病毒感染并发败血症等，19不治死亡。这届疫情累计4个人当前死亡，死亡率是3%。新北市这位2岁多的小朋友就已经过世了。那我们接到这个讯息，我们当然都深感不舍那不过整体医护人员或我们的在双和也好，或台大也好，这些专家都尽了很大的力气。若是外界关心的儿童辉瑞疫苗采买进度，陈时中表示，这2天的谈判有一寡问题拢得到解决，应该真紧就当签约。若是采买数量也有待确认。对于这样的一个合约的共识，已经到达最后的一个阶段。那我相信在这里面最后的细节再把它弄清楚之后，那应该是可以来签约另外，因应本土疫情扩大，居家隔离对象大幅度增加，指挥中心也调整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采检措施。确诊者密切接触的居家隔离对象，互人隔离的时阵安排1届快筛还是 PCR， 隔离期满第10天进行1届快筛就会使。居家检疫的对象是入境迄天进行 PCR， 检疫期满第10天快筛1届就会使。另外，也会准备1支快筛试剂，伫出现症头时阵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进前新闻，拢有咧报新北市中和2岁查甫囡仔，伊去活着了后引起动静，伫昨昏离开人世间。因为当时这个囡仔送病院有演前着有引起争议，所以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日迈开专家会议，讨论囡仔送病院的指引。那上新的消息是，指挥中心初步是认为讲，凡若是有生命危险的紧急状况，爱随送病院的，也是依靠119救护车为主。另外，店厝内的轻症患者，总共要去病院，嘛可能拍算未开放，会当家己塞车去。在我们半夜的时候走了，我非常的难过、不舍跟哀痛。新北市长侯友宜目屎干目甜，讲话讲到后甜，伊是真艰苦嘛真自责。新北市一个2岁查甫囡仔确诊，暂时送病院，接续病情都雄雄恶化做重症。负责治疗的上河病院证实，抢救6天，这个查甫囡仔19半暝，也是因为胃着新冠病毒引起败血症，致使脑干发炎不行过往。因爸母穿防护衫，伫上尾的时间陪伫个分尸边。经过跟这个台大这边的会诊之后，有再加上这个瑞德西韦来使用败血症跟这个脑干脑炎这个为主，我们有做了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个病毒的检验，目前是没有看到有其他的病毒阳性。目前查甫囡仔遗体已经火化，因爸母嘛已经转去隔离病房，2个人健康状况稳定。卫生局持续甲因关怀，侯友宜呼吁中央防疫规范的限制应该赶紧调整。指挥中心表示，20队召开儿科专家会议，讨论囡仔予医生看的指引。今天我们下午要来请儿科相关的专家大家来召开，那能够不管是从送医的指引或相关需要注意的事项，都会做讨论。云林嘛传出一个肚脐查甫囡仔去活着，是云林县前9大上细汉的确诊者。伊之前有去外县市参加肚脐活动，目前算是轻症。
小弟伫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当中，伊的双生阿姊也有阿公嘛确诊。他的病情是稳定的。那我现在的 CT 值是13.2哦。那所有居家匡列有7人。基本上还是要提醒家长跟第一线医师说，有可能在 Omicron 的一个临床表现上的话，抽搐可能是它的一个表现之一。囡仔重症造成死亡，互家长是真烦恼。儿科医师吴昌廷提醒，若是有救紧的情形，都要特别注意。另外，囡仔无论是去喂到新冠病毒或者是其他的病毒，若造成发烧，只要出现无精神、直直吐、喘气真喘、规分丝痛透透，若有这4种症状，都要赶紧送急诊。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是宣布讲，未来6岁至11岁咱国内囡仔会当做半重的莫德纳预防射，也毋过这有引起部分的家长烦恼副作用。但国内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照国外经验来看，甲囡仔做半重的莫德纳应该是无啥问题。食药署顶一日核准6岁至11岁囡仔做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会当做半重的量，也就是52克的莫德纳疫苗。20日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家长加减会烦恼副作用的问题，针对这点，有专家就提出外国的临床数据来做说明。从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它的这个安全性跟这个副作用，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哦。那他们也都建议这个欧盟的最后的决议在考量这些利弊之间的关系，都建议要打这样的一个6到11岁的儿童。为欧盟、澳洲等等30几个国家临床的资料显示，比较12岁至18岁青少年，囡仔做莫德纳疫苗了后出现心肌炎、心包膜炎等等的风险是明显较低。国内医生嘛提醒家长，囡仔做疫苗了后，若是连续3天烧袂退、喘气困难、人痠抖抖，就要伫24点钟内赶紧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日早起北部、东半部水气较高，会落地渐雨。各地早暗的温度较凉冷，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基隆，敢若13度半。咱来看温度。今日只是东北季风会减弱，水气会略略减少。即阵北部、东半部会落雨，中南部是侪云。若北台湾今日规工拢是湿湿凉凉、冷冷的温天气。温度的方面，各地早暗较凉冷，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基隆，敢若13度半。今日日是高温有20度至29度。下暗到明仔，阁有微弱的方面会通过，北部、东半部雨水会较高。爱到拜4暗，雨水再减少。若拜5开始到后礼拜1，全台湾温度拢会回升，天气会变稳定，高温有30度至33度。气候反常，印度今年温度降悬的速度是特别紧，也未5月份嘞，一寡所在即马高温已经是达到44度，中昼出门就哪亲像点火炉内底共款，连已经惯习热翕翕的印度人即马拢挡袂牢。跳入河底浸凉，或者是来一杯降火甘蔗汁，无到5月，印度部分地区气温已经冲破40度。गर्मी यहाँ बहुत विकट है, जो कि मई के महीने में होती है, लेकिन अप्रैल में ही इतनी गर्मी आज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यहाँ का तापमान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जैसे मई जून का होता है。这多热天就让人热到挡袂牢，有人佫形容过10点，伫个外口就亲像伫个火炉边共款。根据印度气象单位顶一周官，当地几个邦的气温已经冲破70度，比正常气温高出6到10度。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甚至出现44度的高温，因讲是创下历年同时期的新高。अभी पिछले काफ़ी दिनों से विदर्भ क्षेत्र के लिए हमने हीट वेव की चेतावनी जारी की है और अभी भी आज भी 2 दिन के लिए हमने हीट वेव की चेतावनी जारी की है। 18 और 19 तारीख के लिए आज और कल के लिए हीट वेव की चेतावनी जारी की है, मोस्टली चंद्रपुर और अकोला के लिए, क्योंकि वहाँ के तापमान आप देख सकते हो बाकी जगह से काफ़ी ज़्यादा बढ़े हुए हैं और 44, 43 इस तरह के टेम्परेचर जा रहे हैं। 高温会热死人，根据当地媒体，去年到目前为止，已经15人因为着沙死亡。环保人士指出，印度多热天温度就破纪录，可能甲气候变迁有关系。过去几十年，印度热天气温一直冲悬，热浪天数以每10年做单位增加真紧。2008年到1990年的热浪天数是413天，2001到2010年增加做575天，2011到2010年有600天。因烦恼，若全球继续暖化，未来这种地面热浪可能会成做更加普遍。公司新闻邱婉玲
朋友。详细消息来关心，因为不满代替公司化草案无大声甲员工参详，就送去立法院。代替工会已经宣布讲，5一劳动节连假，因要依法休假，无要加班，嘛放调讲刷出来5日节、中秋节、双十节这国定假日，因嘛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伫昨暗有写公开配合代替的员工，强调现此时是代替上关键的时阵，代替的公司化是唯一的路，无行袂用的。不满交通部不愿意退回公司条例中心协商，代替三大工会昨下晡举行临时联合理事会，最后决议除了5日连假依法无必加班，未来5日节、中秋节、国庆日也未配合加班。我们的部长一意孤行，一定硬是要推，完全没有要跟我们工会协商，完全也没有要听我们基层员工的意见。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暗时发一张批予代替员工，强调这时阵下伫代替相关嘅历史时间点，伊要放弃任何机会继续沟通讨论。代替三工表示，代替公司化说明会只看到宣示，所无予基层员工发声。强调代替公司化条例内容只看到如何设定经营绩效管理、土地如何利用等内容，相关安全改革完全看无。以事故为由仓促上路的公司化是国家卸责的一贯伎俩，都是在讨论资产开发、划清土地如何盈利，并不是本业运输安全的讨论，是回避了真正的安全改革。王国材予代替员工的这场会也温情发声，期待对特别到为5日劳动节代替人应秉持交通人，落付出自在服务的高尚清楚和乘客，亲像甲以前同款享受火车便捷服务的笑容。不过这个会代替员工是毋是接受，议员毋知影。按算日1拜4立法院特别审查代替公司化相关条例。记者综合报道。再加向前，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甲咱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昨昏举办视讯会谈，轰下拜登政府最近爱算要提出印太经济架构蓝图，不过两个人伫会后的共同声明内底，并无讲到咱台湾敢会加入。来看《联合报》，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指控因翁讲外口有查某，这个太太去告外口这个查某嘛，要求爱赔100万。不过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吴家华是认为配偶权不是宪法甲法律的权利，而且宪法是优先保障性自主权。婚姻敢有幸福，敢有圆满，这不是法律保障的范围，所以判这个太太败诉。这嘛是这个法官第2件用宪法做理由判太太败诉的案件。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昏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规定轻型的2轮的电动车嘛爱挂牌，嘛爱加入强制保险。若未满14岁是袂使骑。修正案嘛底嘛有规定讲电动厨房车使用原则，一寡路段时间甲速度，这拢会交予地方政府去规定。若过路人无咧看青红灯，无咧遵守警察指挥，全会冲过去大路、过车路，即卖罚金嘛对300块提悬变500块。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583个本土病例，内底其中食指某一间长照中心有验出28阳性，被外4城内底人拢去围着。另外，桃园昨昏新增加197个客人确诊，其中桃园境分局嘛出现群组感染，目前已经有20个人去围着。新北市汐止区某长照机构15有住民出现发烧、咳嗽、送医，经过采检了后确诊，新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遂对机构包括工作人员71人进行 PCR 检测，结果验出28人阳性反应，阳性率外4成，其中有8位员工确诊，目前已经全部送医收治。只有3名发烧跟咳嗽的症状，其他的都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积极的请机构这边做好工作人员的一个分仓分流。新北市本土个案提升到583例，其中516例是新种个案，67例是地处隔离阴转阳，营养不良感染源。新北市卫生局宣布，将加开汐止、国泰、泰山、府台、台北病院、淡水、马街、永和等5个社区体检站，提升检测容量。
桃园本土新增病例来到197例，桃园警分局侦查队9名警员、1名派出所警员18快筛阳性了后，各针对桃园警分局214人进行 PCR 采检，10个各增加6人确诊，目前累计20人着病，确诊人数恐惊会个增加。那这20位确诊，包括桃园分局侦查队18位队员。队员接触的1位员警，埔子派出所的员警，以及另外1位工友染疫。桃园市府卫生局有个拜三确诊数也会个增加，恐惊突破200例。其中类普筛计划将为还未注疫苗的小学生先做起，预计后礼拜2起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也向前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爆发到达已经是超过5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22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72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37710例。中国病例伫 WHO 的统计数字是超过97万例，日本超过744万例，韩国超过16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2100万例，法国超过2700万例。美国是宣布挂喙暗的禁令要延长到5月初3，严格这互佛州的联邦法官伫拜一的时裁决讲，拜登政府强制民众坐大众运输爱挂喙暗这个禁令是违法的，嘛要求政府爱撤销这个强制令。严格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也是建议民众出门挂喙暗较妥当。民众若是伫机场出入，或者是搭大众运输，都爱挂喙暗。这个政策伫美国已经实施14个月啊。原本这个月18就要解禁，不过拜登政府考虑最近确诊病例数增加，决定把解禁的日子延后2礼拜到5月初3。不过拜一佛州的联邦法官米德尼的一个判决推翻这个规定，伊伫针对保守派非营利组织提诉讼案，伫判决内底指出，疾病管制中心下令强制挂喙暗是超过法定的权限，因做的决定有真大的问题，所以宣告撤销喙暗令。So this is obviously a disappointing decision. The CDC continues recommending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transit. 这个判决出来了后，拜登政府将强制挂喙暗改做是建议的性质。因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随法公告放令喙暗的政策，包括机组人员甲乘客，拢会当家己决定敢要挂喙暗。不过，伫纽约的地铁站内底，大部分的民众也是选择挂喙暗。I just feel like mask mandates are coming down too quickly. People at my school are getting it like every day. I think at this point everybody's going to have their own opinion. I know some people wear them because they make them feel safe. 目前美国疫情虽然无像去年底遐尔严重，不过传染着更较强的变种病毒 BA.2， 当伫全美国快速扩散。防疫专家呼吁表示，伫新冠病毒一直变种，疫苗的注射率也无够普及的情形之下，是真恶达到群体免疫。人类恐惊还爱甲病毒共存真长的一段时间。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继续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乌克兰的顿巴斯即马长得战，俄罗斯嘛讲已经拍超过1000个目标。另外，俄罗斯嘛讲南部重要的港市马里坡一间钢铁厂即马已经完全停火啊。也毋过即阵双方当时要重新启动和谈，也毋知影。急救人员伫空袭警报声之下，我紧协助受伤的人去分享紧张。俄军继续向西推进，向乌东交通要道顿内兹克、克拉莫托斯克来接近。伫19攻击当中，已经有人死伤。顿巴斯之前，俄军发动全面进攻，乌克兰东部主要都市地大城哈尔科夫，伫俄军推进到顿巴斯地区的补给线附近。Около 11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начались вот такие резкие, очень громогласные взрывы. По-моему, или 5 или 6 залпов. 俄军伫顿巴斯地区东部480公里前线全方位攻击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表示，已经攻击超过1000个目标。俄军想要强攻马里坡一个工业园区，听讲有俄军甲百姓藏伫遮。阿索钢铁厂附近已经完全停火，互投降俄军已经都走廊离开马里坡。俄国政府呼吁乌克兰停止无意义的抵抗。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и открыл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коридор для вывода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сложивших оружие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боевиков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С этой целью
введен режим полной тишины. По всему периметру Азовстали отведены на безопасное расстояние. 俄军喺马里坡这重要港口，用伫顿巴斯其他地区行动，和俄罗斯甲克罗米亚半岛接触会。西方朋友承诺提供更加侪军会协助乌克兰抵抗新的攻势。俄方表示，西方军援只是互战争拖搁较久。俄军表示，俄军主要重点是突破卢甘斯克甲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根据专家分析，俄军伫哈尔科夫单边要成功反击，因为俄军加强攻击。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表示，双方什么时阵开互直接会谈，抑阁真歹讲。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中国外交部是证实讲，中国已经甲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中国嘛表明协议无要针对任何第三方，嘛认同有关国家会当发挥家己的优势。中所安全合作方式是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与所罗门群岛现有的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国际合力。所罗门群岛伫2年前，甲咱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签这份协议，这是互澳洲、纽西兰、美国甲部分太平洋岛国拢认为讲是咧破坏区域的稳定甲和平。那所罗门伊是表示要允准中国伫所罗门群岛设军事基地。双方虽无公布协议的内容，不过外界即嘛是较烦恼，中国会透过这份协议伫所罗门驻军。南美洲的秘鲁有一个3岁囡仔、3岁查某囡仔互绑票、互性侵害，这是引起因全国的愤怒，几若千人连续2天行上街头抗议。提标语发口号，讲正盘。南美洲秘鲁顶礼拜4、拜5连续2天爆发大规模游行，数千人穿白衫、白头带，也有人抱囡仔伫首都利马在内几个都市示威，要替未成年性侵受害者讨公道。这示威的导火线来自一个震惊全国的性侵案件。顶礼拜，西北部都市西克拉约的警方追查一名3岁查某囡仔失踪案件时阵，掠一名48岁男性，伊被掠了后承认绑票佮性侵查某囡仔，引起公愤。愤怒的群众不止包围警车、拍嫌犯，佮批评政府面对性侵犯毫不作为。Como cualquier madre, el dolor que debe estar sintiendo esa pequeña, tanto sufrimiento, señorita. No puede ser que el gobierno, el Estado no haga nada para terminar con todo esto. Muerte, pena de muerte debería ser. Castración química no vale. 引起民怨了后，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回应，为保护手无寸铁的囡仔，应该对性侵犯发下启示。佮伫10日宣布将提出相关的法案交国会审议。Estamos planteando aplicar la castración química como una de las medidas drásticas contra los violadores de menores de edad, adolescentes y mujeres. Esta propuesta será formalizada en los próximos días y esperamos el respaldo del Congreso y que no le den la espalda a un clamor popular. 秘鲁即卖法律规定，性侵14岁以下未成年的人会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卡斯蒂约认为应该增加法学启示选项。法学启示是指对性侵犯用降低甲压制性欲的药物，目前包含南韩、波兰、印尼、俄罗斯、摩尔多瓦甲美国部分的州有同款的处罚。秘鲁妇女部指出，过去4年有超过2万名未成年人加做性侵受害者，敢若是去年登记有案的未成年性侵案有将近7000件。公司新闻市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为着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美国即马计划搁互乌克兰8亿美金的援助。若荷兰嘛拍算提供重型武器互乌克兰。来关心欧洲侪个国家，包括英国、西班牙，拢有传出囡仔去得着肝炎，患者拢是10岁以下的囡仔，若原因也唔知。莫德纳即马有研发出一款新型的预防车，会当来当做追加预防车。嘛讲对抗欧美狂这款变种病毒的效果，比真正的预防车也搁较好。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即阵本土疫情滚价，真侪民众小钱去买防疫保单，真侪间公司、保险公司嘛拢已经先冻店，已经先停卖啊。若算讲民众之前有买着，落尾
无设置去画着。确诊者即马是踮厝内照护，嘛会当当作是有去大医共款，民众会当申请理赔。民众排几排，甲规个街路占掉的，国内本土疫情确诊持续突破4位数，互民众心惊惊。这阵啊防疫保单买的人真济，只是真侪人想要买，无一定买得到。最近就上网看啊，就已经都买不到啦，都下架啦。我先生公司有人确诊啊，所以我那时候才想买啊，但是已经没有了，就最近而已啦。每去伤热，就惊理赔风险失去控制，真侪间防疫保单拢停卖，19个增加2间，包括国泰产险甲旺旺优联。本来是要卖到下晡，只不过官网捌卖顶卖当，无法度线顶投保，只好提早停卖。所有的那个风险值以及为那个件数都超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可以容纳的一个情形啦，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停售。对疫情变化，真侪间产险考虑风险的量，防疫保单连续停卖，要大改版。其中富邦产险大盛推出上新的防疫保单，取消确诊加隔离理赔金，敢若带入去符合隔离病房，也是疫苗不良事件才有理赔。不过因应轻症居家照护陆续办理，金管会事先确定防疫保单理赔原则，无镜头也是轻症居家照护，比较一般的大院理赔。所以理赔申请文件里面就是原则上你是理赔申请书嘛然后还有隔离通知书要附这个文件。金管会伫甲产寿险公会协调了后，针对已经卖出去的防疫保单，放定防疫保单的理赔认定，居家照护依照一般的大院理赔，以隔离期间认定做实际大院的天数。不过若是轻症居家照护，无需要大院，所以加护病房也是符合隔离病房，伊的大院日夜保险金都无要给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中华关伫昨昏宣布要启动119囡仔紧急送病院的机制。当地居家隔离也是居家检疫的囡仔，唔免经过解除电子围篱的程序，就当直接叫救护车甲囡仔送去专职病院治疗。另外，伫台中的明道中学嘛有传出有病例，目前学校先停课停3天，进行大消毒。中华县19新增加13例确诊，其中有6例是为宜兰进香团群组案来的。卫生局研判，参加进香团的人，感染的高峰期已经过啊。不过相关的接触者甲亲人的确诊案例豆豆咧出现，6例内底有3例拢无到5岁。考虑新邦2岁查某囡仔的事件，官府宣布，为即时开始启动119儿童紧急送病院的机制，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的囡仔，会当免经过卫生单位解除电子围篱的程序，优先送去儿童专职病房来治疗。所以整个这样一个进香团成年人的进香团传染链，那很多也是中老年人结果里面有4个儿童的确诊，其中3个是5岁以下。急诊这边也有一些机制配合119来尽量不要让他能够快速来就医。苗栗新增加12例，其中台南的新南国小有3个学生确诊，相关有接触的班级甲补习班，即时开始停课10天，全学校其他的班级是停课到20。该名学生的就读班级已经暂停实体课程10天，也就是从4月19一直到4月28号。那补习班呢，一样同步停课10天。台中有50例确诊是创下过一天的新高，有2例是明道中学的学生。卫生局讲感染源也当地调查，目前鼓励60个学生做采检，嘛以方式停课3天。明道中学有2个班级一个高3，一个高2。的2个同学，那他们曾有一起活动接触过那是不同班级，但是2位都确诊了。那他们的这个感染源还在调查中。卫生局表示，会看采检的结果来决定敢是要伫校园内底设诊禁止会所。若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未来会当伫厝内居家照护。原本按算后礼拜1做兵役推演，市府19讲会遵守中央的指引，随时拢会当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那平湖昨昏是新增加3个人确诊，当地的符合隔离病房敢若有6张眠床，目前已经用4个啊。总共确定病例搁伫头底增加，安尼医疗量能恐惊就会无够。在为民众的呼救专车工作人员做足防护。平湖县第19增加3例确诊病例，县内第16出现头1例确诊，累计高达已经有6例。3栋平湖分院以来有6层符合隔离病房已经使用4层。
除了收治量能，官府也发现原来安置场所85间房，相关收容上限160多人。那确诊病例加这几工共款继续相关量能不足的状况，真紧就会出现。专家民宿业者讨论，调住客确诊就地隔离，参规划防疫旅馆的方向，各向中央申请地处较好收治。呼吁旅客如果在行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的话，那你可以去做快筛，或者就是你比较安全起见，就可以调整你的行程。澎湖6例确诊，至少2例是外来游客。澎湖花卉节后礼拜登场，官府呼吁民众有呼吸道症状先快筛，也会当延后才来，避免增加当地医疗负担。只是这波疫情，也让高雄市卫生局扩大进前式工作进度，为关心135岁24点钟作业增加到170人。高调派卫生所基层共同论述，防投诉班表乱调。高市府强调，为了抗疫，市府各局处拢接受轮调协助防疫。针对基层反映的部分，已经第10次检视班表，佮参考部分当地意见，伫班表做上大程度的调整，会佮重新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来关心，因为顶个月有落大水雨，农民有造成农业损失。农委会即马已经通过对分林的西瓜、芳瓜啊，也有咖啡这3项动作不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也那台东的下雪山野，今年是拄到未调过的状况，农民的损失嘛真惨重。即马灾害损失正在调查。顶个月是分林瓜仔类产品开花浪费期，连续大雨直接冲击作物成长。我们说的杂芽白。有没有这里？就是下雨天之后就会这样。下雨开花，然后结起来的果就是会这样子。农委会甲云林县政府会勘了后决定，相关地区农民作物受损若讲达到20%，像梨轮大比、轮贝、白野寮甲拿来西瓜每公顷救助6万，另外梨轮贝甲白野寮的芳瓜每公顷救助7万5，另外国溪乡草岭大加比农户每公顷救助5万。农民就是到公所提相关的资料到公所，他们受理时间是4月19到4月28，到所在地的公所去做申报的动作。因为大雨影响成长的，也有台东的下雪山野，让它早一点剪掉，让它长得好一点，看明年能不能好一点。方叫做山野加 LV 的下雪，捌有过1公斤挖900块的好行情。不过去年因为疫情继续播，今年2、3月开花期大雨，有的无截止，有的6个月，农民真正放弃收成，损失惨重。乌龟果不一定会落果，它还是会长，只是说它的果实一定都会小很多，那有些它当然如果有营养竞争的话，它当然会落果。台东县政府初步调查，卑南乡下雪山野受损面积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也有台东市太麻里乡甲罗野乡等地区当在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春天是报警夜警的季节，南投仁爱乡的苏诺营部落有举办传统报警的祭仪，佮安排国小的老师学生做伙参加。这边对，2只手。双手直直扫，将一撮一撮的台仔扫好线，准备要予祭司来进行报警的祭仪。伫咧南投县仁爱乡的苏诺营部落举办洗涤传统的报警祭仪，佮特别邀请春阳国小的师生做伙来了解部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播种祭那通常的时间是要1个礼拜。传统的是不准任何人，只有祭司而已。借着那个我们文件站，可以从长者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分享，就是分享给我们小朋友。传统的报警祭甲修行祭拢有严格规定，相关的祭仪，干那部落的头人甲祭司等等才会当插手。也因为人口老化流失。完整的祭仪恐惊会安尼失传去，所以才安排各校的师生到阵来参加。播种祭什么啦，土妈祖呢？这个是我们学校校本课程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才是真正的生活可以带着走的一个知识。另外，规个祭仪也拢专听工作语，无论是珍贵的传统文化，也是母语，拢希望会当代代传承。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实农教育是愈来愈要紧。台南满岛安业国小唔拿带学生囡仔去幼儿园参观，教囡仔幼儿安怎包装、安怎行销。那在地另外一个特色是碗粿，嘛，互囡仔现场食碗粿，认捌故乡的文化特色。若讲到满岛的文旦名声透全台，当地安业国小逐礼拜拢会安排满岛的产业课程。即阵，佮带学生囡仔亲身来到文旦园参观，互学生会当实际了解家乡的产业文化。带小朋友来体验我们文旦的一个行销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利用这个包装文化的一个课程，可以走出学校。那我们到我们的社区来，可以体验这个文旦，也可以体验我们麻豆的在地的文史。毋但文旦，满岛的碗粿也真出名。学校嘛特别安排课程，互学生知影碗粿是安怎做的，内底有啥物料，佮别个所在做的有啥无共。佮互学生现场来食，有食佮有掠，大家拢真欢喜。我有学到就是跟柚子的知识，还有那里的碗粿的知识，还有里面有哪些料。认识了碗粿里面有什么酱料，然后我们这里的碗粿和普通的碗粿有什么不同？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讲一些有关柚子的事，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懂，我会来这边亲自体验看看。透过参访，互学生实际去体验，除了学到课本顶头无教的宝贵经验，学生嘛搁较认捌家乡的特色产业，了解食物的来源甲农民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伫古早时，中华鹿港的城里人拢会搭盐啊、米啊去南投埔里买卖，行久啊，就有一条大埔社路线。为着要呈现英国闹彩彩的景象，草屯镇特别举办活动，安排时段，嘛顺续推销在地文化。社区的时代，手客家己做风吹轮啊，当做摄影做伙完成的大埔社装置艺术，体验采街的趣味。这个采街的这个课程啊，互大家感觉讲，安尼嘛是一种疗愈，然后大家会当玩在一起，让社区长辈会感觉讲，安尼嘛是真趣味，真好耍。古早人讲，鹿港大埔社，大米就700，就是形容以前的鹿港城里人，定定爱大米甲盐去南投买卖的情形。草屯镇为着要彰显印尼欢迎的画面，特别安排加做竹仔艺术品，加办采街，让大家会使体验古早时代活动。非常的热闹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说借这个活动，好玩的。风华再现，希望可以，这个对于长者有一些陪伴。那我们主要还是也纳入了一些职能治疗的这些元素进去。透过竹仔的变化甲环保素材的利用，时代会使顺续激头脑，互因感觉真心实。阮这老岁啊，较袂安尼无聊。这个活动除了会使感受到手工艺趣味的所在，嘛推动在地文化。不管是社区的时代，加做竹仔艺术品的老师，也是主办单位，大家做伙甲大埔社装置艺术完成，拢得到真侪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教育局最近有出版一本小弟伫倒位的儿童绘本，正做学校的补充教材。内容是讲小弟出世了后，家己的心情变化，也个厝内底有啥物款变化，嘛了解真侪风俗。那这本绘本嘛有出台语甲客语的版本。故事对小弟出世经过受难，道济顶顶讲起，内容按照红婴仔的成长过程铺排，嘛了解各种本土的民情文化。台北市教育局的国民教育辅导团、本土基本辅导小组最近出版一本《小弟伫倒位》的绘本，提供予师生家长来阅读。来，咱加减减吼，把咱过去咱台湾的一寡民俗，拢加入去，安尼是毋是囡仔顺续会当学到一寡？已经强开始失传去啊，已经根本无去啊，这个民俗。周家芬表示，绘本是以家庭教育基地做核心，用图文方式，希望通当做学校的补充教材。另外，这个内容有台语甲客语的版本，希望囡仔透过阅读，增加对母语的认识。因为咱阮过去所做做影片，一般拢是较伫咧生活的教材方。想要设计这个故事册，上就是让囡仔知影讲，看故事的感觉。我哪看故事，
安那熟悉即个闽南语的汉字，啊，慢慢啊学习讲，我透过闽南语的汉字来看有、读有，来即个闽南语。除了实体的册嘛，有电子册，囡仔踮厝内嘛通看。周家芬讲，虽然无法度确定对囡仔的帮助有偌大，不过阅读的人数拢有咧增加。未来嘛以校园的内容来出第二本，希望除了学校的课程以外，透过课外的图书，嘛互囡仔对学武器产生兴趣。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即马天气愈来愈烧热，也毋过天气无稳定，那么雨来，那么出日，一寡网塘嘛开始咧生炭。嘉义县的水上乡有一个社区，最近就出现真侪乌鳖仔，是得甲大埔细埔，个人是鸟甲老伙老弟，生活真困扰。民众伫厝外口开讲，大家手拢真无闲，为骹腿凊彩拍落去，较无嘛死死落只乌鳖仔，就算摕香来熏嘛无啥效果。规骹腿拢是因为白浆咬破的空喙。如果被小黑蚊叮到，可以在患部呢做冰敷或是冲冷水来减少瘙痒感，尽量不要去抓它。嘉义县水上乡的美上美社区，即阵啊不管是室内外拢有真侪乌鳖，民众真困扰。当地议员表示，即阵天气落雨搁出日头，鳖仔的大牌拢生生啼。乌鳖的箭筒有通食，才会愈看愈侪。小黑蚊肆虐到说，不是敢伫外口尔，佫会飞进去到处理。即使你装了纱窗，也一样，它一样飞进去。民众其实平常在做环境清洁的时候，就应该注重，比如说这些积水容器的清除啊，这些青苔容易长青苔处的这些清理。嘉义县环保局表示，环境变扫会针对乌鳖生长的环境来加强。嘛，希望民众会当注意厝内外附近的情况，才会当改善乌鳖愈看愈侪的问题。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新竹市最近是伫南寮渔港举办灾害防救演习，透过消防人员甲民间渔船的业者做伙合作，做伙执行海上拍火任务，嘛有针对船只漏油要安怎控制灾害加强训练。因为机件问题造成漏油，船只在海面上载浮载沉，相当危急。船员们迫不得已，立即决定跳海求生。渔船发生危险，渔民跳海逃生，相关单位接到通报，下面派员前来救援，而且利用遥控救生船顺利将人救起来。12海巡队35吨级的巡防艇正在事故船的下游布设第1道港湾拦油索，防止油污扩散。另外一边，因为渔船故障发生漏油事件，海巡人员赶紧派人抽炸油用的锁啊，以防漏油造成海洋污染。船难的部分以及海洋污染的发生，因为这几年来台湾是很重要的航线，其实最可怕的是海上油污的一个污染，会造成生态的浩劫。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经由这样的演练的时候，让大家去熟悉可能以前不熟悉的灾难，那如果万一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让它降到最低的影响。各渔船无顺利发生火烧船意外，消防局甲渔民斗阵来到现场，在陆地甲海上做伙合作转水，甲火拍花。防范于未然的一个演练这绝对是渔民一个帮助了军民一家政府跟渔民都是一家这个海上的污染一些意外的事件，都要由民间跟政府单位来配合。议会表示，希望透过演练，在意外发生的时阵，会使发挥应变的能力，将灾害损失降至上低。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早起看世界，镜头来香港。香港甲中国同款，拢在追求清零，要甲病毒完全抓出来，要互病例完全无去。嘛，伫短时间内有去真侪间集中病院，所以就需要侪防护装备。若这防护装备穿一届就爱拼掉弹掉，即嘛造成即阵香港的本数量加真侪。电视遥控器甲倒顶型电话全拢用保鲜膜包起来，就连送来的餐点也拢有塑胶袋一烟一烟包。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甲消毒方便，隔离旅馆内大量使用塑胶袋仔，就连枕头套掀开也有塑胶袋仔包枕头芯。Every single one of the staff members here wears full PPE. You know, the gowns, the gloves, the booties, the hats.
face mask。行伫海边4月当看到翠暗也有防护面罩顶塑胶粪扫放等伫岸边，这寡塑胶粪扫是用来阻挡病毒到车传播，也毋过即马煞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伫香港平均一天爱处理2300吨的粪扫，这其中只有1成是会当回收佮利用。Nearly 90% of the plastic waste is either end up in our landfills or end up in the lake. 香港澳中国采取严格的清零措施，去方舱病院收治10万名的患者。也毋过，这寡大型设施无经过精心设计，使用的材料也以方便快速为主，所以无法度挡大风大雨，最後恐驚變做大型粪掃。The ground formation, the site formation is non-standard and doesn't comply with any particular building standards we have in Hong Kong. The structures that are placed on top are temporary, so they have a short lifespan. 粪扫山哪对哪管衍生环境污染问题，伫地势人济的香港，只会当将大部分的粪扫送往掩埋场。看到空间特别用了啊，政府即马已经准备起一座有粪扫分化路的人工岛。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南非克罗格国家公园是生态旅游热门的景点。最近公园内有新的旅馆，是甲拍远外地的火车厢，即马甲改做旅馆，因为是放伫铁道大桥顶头，会当对悬的所在看规个生态甲风景。有当时啊，若是好运，凡说阁会拄到野生动物来过家。占地200万公顷，有几多百种动物甲可可围猎，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规个非洲上大的野生保护区。园区横跨3倍好的旧铁道大桥顶头，即马有一间用24节旧车厢改的高级旅馆，现代舒适的体验也向过去的历史致敬。100年前，国家公园拄开放时阵，唯一参观的方法就是坐蒸汽火车，即马是困伫咧车厢内面。Almost a step back into time where train travel was, a big thing, and again, there's a lot of train fanatics. It's such a great concept. Imagine putting a train back on the old bridge that was, dysfunctional and finished. And you cannot get a better view. The view of that Sabi River is spectacular. 对阳台当看到美丽的风景，日头出来了，光线甲车厢染做金色的。下骹有号码伫咧找物件食。外远的所在就是国家公园内面的斯库库克保护区，会当看到非洲招牌野生动物狮、霸、狮牛、象甲非洲水牛。早顿正煞，坐越野车入去园区内面，都会当看到规定的羚羊、水牛甲长颈鹿对你身躯边经过，是正赞的体验。Like we love every single thing about it. It's a dream come true. It's always kind of intended and designed for mo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lientele, but opening in a global pandemic and travel bans, international travel bans, we obviously relied heavily on South African residents coming to visit us. 这2年新冠疫情，互国际旅游规个拢停落来，桥顶火车旅馆的筹备也延期。延古游园伫咧2020年年底开幕，初期拢是本地旅客。一直到西方国家开始解封甲病毒共存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游客开始增加。业者讲，金属结构的桥到暗时因为热重冷缩，会互火车的车厢小可海震动。真侪人客就讲，这种体验就敢若真正伫咧坐火车共款。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辑。关心环境，非洲国家徛入的海沙堡，四界拢是旧衫裤一款粪扫。因为欧美国家的民众不爱挃的二手衫裤，拢会等来食。准讲在来了后，阁卖出去，尾啊就会变做粪扫，嘛是定价变做粪扫衫，变做新的环境灾难。记者对海影常常发不是背卡，是一领西方人穿过布衫。这胖子粪扫不止伫加纳海岸造成环境污染，各地首都阿克拉囤做10公尺宽的粪扫伞，请做当地民众恶望。Look at all this. We don't need it. It doesn't have use.
这徛伫大西洋河边的粪扫山已经15年，大家用上简单的处理办法放回收，产生的有毒物质也危害民众健康。这粪扫山还阁一直大旱，原来当地有一个规模正大的二手衫市场，西好人无一要穿的旧衫，关乎慈善机构无人要爱，回收公司将因转卖到非洲，逐工透过船只运到加纳旧衫有160吨，大半阁未好打翻。这打翻多比55公斤的灰，按过整理了后，发现了真多。Trash. It does trash. Nobody's buying this one. So something like this, we can't sell it. It's very bad. Nobody buys it.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lose. 卖不出去的衫，最后拢被拼掉。逐工有70吨送到这个粪扫山，其中有的互风雨拍入海底山坡顶悬，造成生态环境的浩劫。一位来自纽约目前投入 NGO 工作的前造型师，对这种现象感觉真烦恼。You can see that the clothing is embedded in the environment, so it'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where to pull this stuff out of the sand is nearly impossible. Take many more years for that to degrade and release harmful microfibers and toxins into the environment in that process. 环保人士认为，加纳旧衫污染的乱象甲目前快流行有关系，呼吁大家买衫的时阵，爱想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款的负担，进一步改变用过毒品的消费习惯。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辑。天气报道在做伙关心，今日早起北部、东北部水气有较高，会落地暂雨。然过过渡了后，水气就会大大减少。然过明仔早起，各有微弱的风面会通过北部、东北部，各会落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25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